如果真係唔好彩撞鬼，有冇方法自救？其實咧，人咧就冇咁容易撞到鬼、見到鬼嘅，除非可能撞啱嗰段時間時運低，或者大家可能去旅行，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住酒店，先有機會可能會唔小心撞到鬼。如果萬一真係俾你見到鬼撞鬼啦，你去到嗰啲地方啊，一定會成身起晒雞皮，同時會感覺到嗰個地方陰陰寒寒，你甚至可能會頭痛，有啲頭脹脹咁樣，周身唔聚財。最嚴重，你可能會覺得想作嘔、想反胃。如果你有呢啲咁嘅感覺，多數咧都係撞到嘢、見到鬼㗎啦。咁你可以點樣做啊？你哋實會問師傅，我點樣可以自救啊？師傅今日教你兩隻字。如果真係遇到啲咁嘅情況，你心入邊不斷咁去默念พุทโธพุทโธพุทโธ，同時諗住佛祖嘅樣。如果你唔記得佛祖嘅樣，你就諗住一尊佛像嘅樣，亦都係可以嘅。不斷去默念พุทโ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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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念出聲都得㗎。其實พุทโธ咧係佛祖嘅名號，只要你不斷咁念，諗住佛祖，諗住佛法，無論乜嘢嘅邪靈，暫時都冇辦法傷害到你。記得啦，關注師傅嘅頻道，下次教你哋更多嘅嘢。